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继续来收看福气来的好好运动运动单元嘅节目哈。咱当欢喜，佮共下来对个太极拳来练习哈。今日要介绍嘅这个招式哈，移风四臂，移风四臂。咱介绍咧移风四臂之前呢，咱过来复习下那个肩蹼板南捶啊，来加深大家嘅印象哈。好，讲到呢个肩蹼板南捶啊，先同左右切后蹼做出来啊，过来肩蹼板南捶，先肩脚。将个肩左脚啊，肩左脚嘅时呢，板南捶啊，板南啊，向下做出来啊。好，一手都將來肩腳，肩手卡鉗，兩晚嘅左腳啊，搭停身體打開。好，上到左腳變好嘅時呢，肩腳斜角上半蹼，啱時呢，晒到肩腳變好，左腳帶上來是太蹼啊。肩手挥一个人口，按落扳，左手呢停，下背上来，按落劈，刷落来，后脚同身体撑出嚟嘅时啊，肩头同时送出来，然后捶，肩蹼板南捶，刷落来呢个动作是按落移风西臂哈，移风西臂，乜解按落移风呢？我哋嚟做一下本，大家乡亲朋友看下哈。熱嘅時候，你嘅身體啊，錯頭左腳是唔得走到後背，啊嘛是唔得搖，搖轉到左手片嚇，轉咧搖嘅時咧個肩手要停結走啊嚇，停結走到左手片嘅時呢，肩頭變漲，安尼，安尼咧肩手本來係立漲嘅。同佢收落來，同一個肩手嘅夾下啊，肩手嘅夾下變係安尼熱，肩鉗變漲熱。呢個時呢，身體同前腳收到將來後腳坐喺，收到將來後腳坐喺嘅時啊，你個肩手嚇啊慢慢停身體啊收將來。左手呢，相對下，停喺你個肩手嘅膜擺，貼喺你個手掌，安尼切切鬆出來。到兩身體前面嘅時呢，佢會變一個濕式嘅交叉，然後縫啊，將安尼縫起來哈，縫條安尼縫起來胸款。過來，坐到肩腳了後，兩手打開來，手心向前。用後腳個同身體撐出嚟，呢個動作哈，同咱前面個壓啊相反。呢個動作其實按咯四臂，哈四臂，所以呢個動作咯移風四臂。你過來停啲啊，肩蹼板南捶，哈刷落來，過來做呢個移風四臂，個做一道哈，一。腰轉到左手片，肩頭變漲，左手呢收到肩手嘅夾下，過來推到後腳，肩手收到轉來，兩手交叉到向前哦，手心向內，刷落來哈，身體略略坐到肩腳，坐落來，手心向膜擺向前，壓出嚟哦，落到前腳邊吼。然後四臂，哈，移風四臂，哦，因為呢個動作哈，胸款佢冇晒譜啦哈，切衫同變化，切衫同變化，腰帶身體前後變，前後變，好，來上鋪休息。好。安尼啲呢是聽你嘅學生哈，向下來試看你嘅動作哈，聽你嘅了切後鋪開始來哈，了切後鋪做
金铺板蓝锤，过来加一个二方四臂哈，二方四臂，好。金铺板蓝锤一，推后卡钳，二上正脚板铺，三个上左脚正手板，左手揽，后脚撑身体出去，肩头送出去咯，锤，过来二方四臂，好。身体朝头左脚，挺左片转过来一，你看正前变僵了哈，左掌收到正手地下，略贴拍那个手掌，啊，三朝到后背去，两手要交叉无，啊，略手掌来哈，略沉那个，安尼，三四。先搓那个反掌向后摆，送出去了咯，四臂，二方四臂，啊，切30，身体摆正，每人手。你仲下恁之前讲过啊哈，好，恁看那片的同学来做一摆哈，做了切后铺，金铺板蓝锤叶，好，你手啊较轻的嘿，恰。二上正脚斜45度半铺就好咧。三上左脚是太铺哦，正手板左手揽，送出去捶，刷了改二方四臂一转到左手片，啊，你个正手啊，了咧。贴拍的那个左手手掌啊嘞哈，好，刷了改，搓到后背来啊，两手手到这来放，然后呢放过来，继续搓到正脚行，两手打开送出去，也是按呢四臂二方四臂哈，好，手到这来。好，安尼了哈，听力开始2式，切做到听力的动作。啊，安那看内行有需要注意的素材，哈，将来同大家来聊聊提倡下哈。好，2式。哦，注意了两只脚哈，尽量肩头宽哈，身体摆正。起始，你手做的时啊，是唔得踢出去咯，轻松哈。啊，佮刷那个左旁，起始啊注意哈，身体呢，不用都是只脚，另外一只脚说不用强。左旁天时伊系7-3，哈，7-3。正旁、右旁，身体摆正。2、7。哦，你看身体嘛转正哦，是唔得转粗哈。8。哦，刷了个单边。你晒位的时候注意，你身体清楚的变好，是唔得摇来摇去哦。还有晒的时候，身体清楚的保持安尼，哈，正是唔得安尼摇来摇去安尼哈。
啊，略略搓落个刷刷，安尼略略搓落个刷刷哈。好，刷落个提手。哎，你做脚头起呢？啊，正脚是拿起来哦，表示你正脚是起啊哈。靠。好，过来拍壳两日。好，刷落来做了切后铺。那个手哈，写一个圆球，穿出去都没压落去哦。好，过来手挥琵琶。粗头后脚，前脚并虚并空，两手相对哈，了了呢手刀就能拍，做了切后铺，佮做一摆啊，所以你那个做了切后铺哈，做2摆了后，将过来接金铺板蓝锤。落盖是较浅，正脚尖板铺之后，左脚尖较太铺得唔拍，用脚送安尼那个正前出去，身体综合摆正哈。过来移风西壁，两手放下，搓到后脚的是打开，送出去是这个移风西壁，好，上铺。休息。好，安尼感谢两位哈学生来做示范哈。好，我哋啊，佮了讲下哈，那个移风西壁哈，其实话按尼做啦。好，安尼讲咧移风西壁的时呢，安尼先讲金铺板蓝锤好咧啦哈，你板有乜个作用啦？啊，好，来两位同学啊，来看下哈，你看啊，一般人哈，佢一般哈，佢要做到人手做喺咯，哈，譬如讲，我手头量，佢要做做下手，做喺。唔讲啊，你手本人做到嘅事，那英雄呢？唔好安尼紧来啦，安尼来哈，冇乜好啦，哈。你安尼使用安尼太极拳那个板就是的嘞，英雄板你看啊，我身体哈，安尼了停那边走哈，安尼都好嘞，你看，有嘛？安尼啊，用脚安尼射哈，佢安尼撞唔起啦，撞唔起咯，哈，你看他哋都撞吧，看看。你看啦，腳邊啊嚟啦，板啊男係咪很英雄呢？男仔呢，見那邊啊嚟嘅時候，我就將你劈落過了哦。所以你看金鋪板藍錘嘛，板行個作下，你看啦，哦做到了，金鋪板藍啊劈落去喲，啊你劈落個錘，哎呀嘛，金鋪板藍錘，你看打入來了。你看那金鋪板藍錘啦，啊，移風西壁呢，強款啦，啊，好，你要強款啊，你看啊，手，你隻手抓起嚟，強款不易捉到咧，啊，冇佢用兩隻手來嘛是得咯，你看，啊，愛佢要來嘅時候，唔怕你了來過去，啊，你變，啊，你變拍你。人本來金鋪板藍錘嘅時安尼，知嘛？啊，被捉到咧，啊叫來過去，讓佢來過去，你係手柄拍，你係手頭涼，柄啊出去，都來啊都叫來，你看你手停涼啊嘛，安尼啲風喺你嘛，刷落個啲四臂是安尼種，出去咯，
啊，移风四壁啊，过来做看一摆，那么讲移风四壁啊，你看做下啊，好，叫来个呀，不用拍，过来送这里，是移风四壁啊，安尼好。 就这样本大家了解哦，你係正經事嚟種，我們凊彩比比嚟啦，哈，好，安尼今日了解移風四壁是介紹到了，哈，感謝大家收看，希望下一次大家繼續來收看福氣來的呢個節目，多謝大家。